即个班次的即个事情。因为即个班次来讲起来，既然是讲是一个前站班，那会使讲是咱田园师的主笔，是咱前考以上的一个即个再教育的对，再教育。那么即个班次无非呢，当然也就是提升了着咱前考以上人员，对有了着即个修办道的当中，要安怎去更加更进一站路。因为咱既然是前考以上，咱讲前上，应该既然爬到即个程度呢，伫咱的心境，伫咱的言行，应该爱比无前考的学生呢爱得较好。安尼呢，才是真正达到了着名副其实的前上。所以讲呢，伫即个班次的当中呢，当然，交咱一般的班来讲起来是较无共款。这就是讲，互咱去更加对有了着修学道咧，伫咱前考以上，咱老师真正四级门上之类，咱的迄个积极，甲咱对修道应有的责任，甲伊的义务，应该爱较无共款。因为咱究竟是一个前考以上的人才，已经更加有去体会了着修行学道对咱个人伊即个密切的关系，甲伊的重要性，咱当想要前考实在修干。那当然，咱若无讲随着了着咱的赞助来提升着咱的心境，其实我感觉讲安尼咧，就足可惜。那么咱既然就已经来讲菜要食，行要修那么咱该做的、该注意的，咱一定拢爱比人较谨慎。若无免咱成就，无法度成就。毋是讲食菜，咱就一定会当转去西湖。毋过无食菜要转去是有困难的。那么咱今日就已经有认定了着即个道经、地经、天命经修行的好，所以讲呢，咱当迎上站路，真正的来断除了着即个即个啥呢？即个牵引，来进入了着修行的即个阶段。所以讲，既然已经有认定，咱的心爱有了着即个认识，我参考。我是一个清常的人，我的职责比任何人搁较重。要成功了愿，应该是比别人搁较强。要精进道理，要打帮助道，咱的职责应该比任何人还搁较重。若无要安怎称为是前考以上？所以讲呢，咱既然达到这个阶段。咱的道务行水讲起来，大家有责任。一来，咱有了我的机会咧，会当真正达到了着咱实在修改的迄个目标。若咱实在修改，毋是讲人咧食菜对人食菜，可能是安尼嘛拢是有人性嘛。所以讲呢，咱既然已经提升到这个阶段。咱敢会当讲过亲像新道亲安尼，马马虎虎、清清菜菜，应该是袂使啦。若安尼，如果可是讲清清菜菜、马马虎虎呢，就可惜啦。所以讲呢，咱既然是前考以上，咱能多辅导人，咱一定爱踏踏实实。既然前考以上，爱加强着咱每一个人对道的认识、对道的精进，加强了着大家人的责任。若无咱要了愿，事实是足困难的。咱的点点滴滴，天地转；咱的做过错，天也地转。那咱既然达到前考以上，
咱会当无谨慎吗？咱会当无注意吗？你讲话会当无小心吗？咱的作为会当无小心吗？哦，这拢总是咱参考以上更加爱去认识哦，伊的责任，伊的羞耻一直在加重，但是无法个意思，毋是讲互大家足大的压力，毋孤单，一定爱有一个目标，好好来修持。安尼，咱自然语言的哦，咱的内涵，应该会随着咱的精进认识来提升，咱更加会当达到了伊的发起，咱更加会当去体会哦，修道就是有遮尔好，哦，持斋守戒就是有遮尔好。如果咱家持斋守戒，心境无提升，责任无加重，其实咱要了解机会咧，比神道亲还严重。哦，安尼咧，咱要会当讲来成功入定咧，也会使讲是足困难的。哦，当然伫即个清尚教育来讲起来，是主要哦，也是要互咱更加来了解着伊的道理呢。哦，来做好了着咱内外双修的即个工作。所以讲咧，伫某方咧伫即个所在来做一个即个互相勉励啦。因为伫即个天时的即个紧急哦，那么伫办道咧天时的紧急咧，咱讲严厉之急哦，有当时啊要行公了外的机会足烦少的哦，所以咧，咱要把握了着当下，袂使去讲定时一下。定时毋是咱咧讲，咱若知影讲定时会使，那安尼就好办。所以讲，咱要成功了愿是伫当下尔。有机会会当互咱做，咱一定爱做；有机会互咱修持，咱一定爱修持。若无，时间一日一日过，大家人拢无法度保证讲伊会当食到80岁，食到90岁，有可能。足紧的，就离开嘛袂定，因为这个是一个无常嘛，咱拢无法度去预测，就是因为无常，无法度预测，所以咱更加需要把握伫这个当下。这个当下就是讲会当做，你就一定爱去做；会当改的时阵，你就一定去改。毋通看讲哦，佮足久的，其实无。所以咧，咱一定爱把握当下。安尼咧，咱定时要来离开，其实拢不要紧，拢不要紧。因为咱有把握当下，有机会互我一定去做；有机会互我训练，我一定去训练。那安尼佫有啥物遗憾呢？上惊就是讲，今仔日无做，要明仔载嘛；明仔载无做，要后日嘛。今年无做，嘛佫有明年嘛。那安尼咧，空度良心咧，其实对咱修道来讲咧，是一个损失，是一个损失啦。因为时间会过，会倒来。所以我咧有听过迄个迄个中国广播电台咧，当即个主持一个迄个师姐咧，伊就落来做见证。因先生是做医生，伊才去越南来印度咧进。进，咱来甲想，伊自己会当趁偌济钱，伊就牺牲出去。所以伊有讲，咱要买时间足简单，但是要买1分钟无可能。那安尼咱无把握当下，咱要甲等甲定时咧。所以咧，伫咱道场内底，有互咱精进的机会，研究道理也好，研究礼节也好，种种，互咱有参悟的机会。大家更加爱来依着，咱讲修道如初，成道有余啊！而咱当时要成就、要打出来，迄个热度咧，会当重新，互伊家己热起来。互即个道场会当强动，一直非常的即个有更加热。道场的兴衰，咱若甲讲
该会真方便。哦，啊，当然这大家咧一定爱有即种的即个认识，要安怎扮演着咱个人应该爱去做的，咱个人职责，咱讲咧做啥物行为，食啥物饭，讲啥物话，咱应该拢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所以咧，唯有就是讲时间咧过得也真紧，所以把力高下，因然咧，我伫这个所在利用这个机会，交咱各位前人大家咧，无非也是互相的勉励啦。因为咱的电粉师咧，究竟咧伫这个道具咧，泰国的贡献，应该是渐渐的伫咧成熟的当中，难免的道具咧，一定是较繁忙一点。那当然咧，咱个人每一个人，袂使因为电粉师的无知咧，伊对应了就是电粉师咧。互伊切落，安尼其实咧，嘛是辜负天文数字，甲电粉师咧，对大家即种的期望，嘛对咱修道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损失。所以讲咧，咱要安怎好来调整给咱的心大家咧应该是都是真了解啦因为咧，请咱电粉师要来处理。我咧特别搁伫遮咧，搁来耽误这宝贵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你的慈悲贤让中辅导中。辅导中，请坐下。各位组长，各位观众，各位前人，大家晚安。老师晚安。真恭喜，接受了天日书店互学习的机会因为咱修学道无退休的啦，后天就已经退休啦但是咱修学道绝对无退休的。三寸腿低咧，就是爱跟准，爱去练，爱去修，修卡迄个目睭起三寸腿转去讲安尼咱的责任完成啦。到安尼为止所以才能讲修学道无退休，嘛无请假。有诶一个咧讲我要请假经理我即摆明明安怎样要请假，无请假，无退休诶所以咧咱在座应该讲，拢老前辈啦，若要甲讲修学道几十年来实在是不简单啦，真正不简单在座足济拢40、50年，40年以上的足济，这不简单呢。你甲看，咱来做较早咸厝茶，你先选含的，我咱40年嘅推的尔呢，咱维持40几年呢，像迄时阵咱哥哥甲的时咱的时办公主任拢40、50年，实在讲，这不是外福，要甲讲啥？因为恁就天道了后，就拢专心投入伫道中，为了救世度人。
先观啊，的这个工课，对吧？啊，这就是佛菩萨的工课。也讲的话，佛菩萨的话啊，啊做的佛菩萨的行为啊，啊，这不是佛菩萨无要甲奉献，这是在世尊啦吼，现在的话术啊，话术，啊，我做天呢，你讲讲爱只歌啊，我要做天啦吼，嗰个咱天啊，吼，要给人学习，是来讲，我较嘛无啥人讲，该讲的都。讲了啊，讲了，啊！但是咱个人讲温故知新，温故知新啊！吼，过去讲过，佮再提来讲，所以学校这本吼，这我咱过了10年啦，我咱老爷爷都我变老啊啦，啊！所以呢，因为老的是第一本呢，话拢想讲看老人吼，老人较是好。咱上回咧讲，家有一老，胜过一宝。嘿，迄若讲这个少年唔知影老的宝吼，迄是也做无耻啊，迄真正无耻啊，哦，迄真正无言啊，哦，老的迄人真正，哦，愈老愈好，真正安尼，迄是真正宝咧，哦，但是这个社会，哦，我拄啊交你哥咧讲咧，这个社会吼。拢真正种放生的吼，食老算老，少年人放生哦，伊讲放生有功德，即摆动物放生无够，放生甲对人来啊！哦，迄讲放生人讲功德上有，安尼就对。看咧头三日，伊个两个大尾来，可怜啦，哦，啊，伊毋知影讲这老的那是真正好呢，哦，啊，若无这老的，哪有咱少年的？哦，咁社会伊就免咧烧你咯，食到无落去干呐？若要摕这物件哦，孙仔食，毋通，甲你讲无，啊，若要摕你就甲食，啊，手脏脏哦，嘿，啊，莫手脏脏哦，没有卫生哦，嘛较体哦，所以就可以哈，但是咱修烦恼，会行伫之外，就是要今仔日。就是要来改变这个社会，叫做咱的任务，就是要来移风易俗，移风易俗。免啊移风，就是歹的风气，咱要较去，咱来以身作则，改变移风啦吼。易俗世俗的这个歹，这款的是若无仁无义。也未晓人孝顺父母，啊未晓人尊重的时阵呢，师长的，哦，伊遐拢是个先啊，干目睭揪就是拢，目睭八睭就是一样，叫做以身哦，咱就是要，要改这个世俗，所以因此，咱的职责就是要移风俗，国内任务真多。所以咱老师伊要通过菩萨，各位前人主张，已经拢讲过出这个。咱有啥物天道人去？安尼有啥物爱修道？这拢已经讲过出这个安尼地南方来以咱这个外佛伊的祖训来跟咱学习。那么这个机会互较悬，无去甲文过啊啦。咱若无温故是来讲，看过、读过，反正两个人都袂记的，所以电脑就叫你，反正有温故的这个机会啦，咱老师甲你讲，伊的祖训讲五味修道修心，一办道静心咱修道是修心尔，无是干那食菜，看嘛叫修道哦。那干那食菜吼，含羊仔都咧食，牛都咧食菜，马仔都咧吃。但是咱修道就是修道，当然咱要修道就是爱食菜开始啊。你无食菜，你当修道，对无？但是咱修道一定要对心修理，咱咧真正建有咱的迄个善良的心。这个慈悲的心，
这个仁爱的心，就是要心这个啊。咱咧办道呢，一定要尽心，所以办道尽心。但是请咱有了，敢若第一条，甲做唔到吼，相信拢做唔到来。但是有咧做啦，但是做无啊，所以我咱大家去在努力啊，好好休息，晚安都该努力啊。心就是要甲修哦，这个头头啊心甲修哦底。莫会遐安尼跳到，安尼迄个挂钩就对啦吼，迄个跳钩啦，迄跳钩做歹呢，就是讲咱的心袂定。实在讲，咱别人讲即句话，实在是无心歹话，毋过就较想甲讲哦，爱怎拄爱怎，就较想安尼起跳跳啦。所以咱的心要修定，啊，把这个心甲修定，安尼就是个心。我的心是无较戆咧，嘛想巧，听话较含慢咧，道理都听咧我听，其他世俗话，较含听咧，安尼当做咱明白，先从摆出我听咧，所以你看，孔子甲你讲，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戆啦，哪像戆的啦？你甲讲伊咱上毋捌啦，伊咧毋捌咧，人迄是修道人咧，毋是伊毋捌咧，来，五名不依人家，必定问题；五名不依人家，坚强笃信。这就是咱咧修道啦，咱咧修道袂使惊人必定论点咧，必定论点咱知无？毋是要惊社会歹啊修行。毋是要甲同心挂遐安尼比长论短，比你较长，我较短，我较长，你较短，毋是要带比遮啦，那并且咧道中行比长论短，好像全是非啦，所以咱毋是要甲人挂遮比长论短，因为咱嘛未甲人精强笃信。咱修道爱有修道法呢，咱伫社会吼，叫人讲咱做甲后尾规定贴法条，袂为着政治问题，国民党较好，民进党较好，好啊，都安尼做甲，这要干，甲咱修道也无关系啊，对无？你去上课嘛休息啊，后面对一个较好，咱讲政治上界乌的，所以咱。万家人坚强笃信五名委屈自己，圆融十方，这才合理。咱咧修道爱委屈家己，毋通家己毋委屈，那么怎办？爱委屈家己，圆融十方，就拿安尼大家会搭车，我食小可贵也要紧，也没有问题，对无？大家若会圆融，安尼上好。所以爱委屈自己，甲圆融十方，这种老师会教。对咱修道，老师拢惊讲咱修了着唔对，骹步大概要颠大去，所以伊真正较慈悲。人讲循循善诱，点各界所以呢，五名是苦海，甲西方结合世界的。做桥梁，靠咱呢，真正众生要等于西方极乐，爱靠咱。所以咱每一个修道者，咱爱知影讲咱的职责。咱是伫苦海，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呢，若无经过咱，伊袂当等于到极乐世界。我讲是安尼，因为上天讲，为着要护化众生。为着要救咱的这个风台福主，会当真正要转来到咱的西方极乐世界，靠咱大家，无咱伊袂当转去啊。所以就亲像桥梁啊，你无经过这个桥，都袂当转去的时阵啊，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老师真正做注意甲咱讲，咱就是苦海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所以
众生要叫你西方极乐，是咱的事情。咱若拢无去度人，咱办无啦，咱办无啦。哦，咱若无真正去照顾咱度来的人，咱办无啦赚钱。哦，所以咱修道就是讲，爱记入入人，爱记法达人，要来真正脚踏实地，安尼来做。哦。淫淫、残达、践踏、甲诽谤、污蔑，要离下苦。人若咧甲咱践踏，就是好像要甲咱欺负人吼，安尼看无路用啦吼，也较要甲咱诽谤啦吼。咱咧低下头咧，咱若要去头掠下来，要甲咱借到去安尼，咱要甲咱捡到去安尼吼，安尼就对哦。所以咱就爱。虽然咱甲恁践踏甲诽谤，但是咱爱低下头来，低下头来啊！我们立其中，我们不心，我们度量健康，安尼哦，咱就是立其中。咱安怎甲恁讲？咱绝对不心。咱的理是对的，咱的气是真正强壮的。啊，咱袂受到人讲安尼，甲咱诽谤，甲咱践踏，咱就会失志啦。啊，这应该咱修道几十年来，这种经过下来，所以咱拢这关拢过了，咱理去其中，咱行一条路。啊，看人安怎甲咱诽谤，食菜啊都。较早讲食迄落要食笋啊，来食菜，安尼也好。较早拢咧了啦吼，迄回警察食笋啊来食菜，啊，你着食笋啊咧，哦，但是咱原在利益其中，咱无强迫，哦，安尼，咱的道理原来是这样。我们不比医生。我们不必来人世上，我们不必过时光。咱若要修到真正空道良心呢，咱还是靠命。所以咱大家啊，咱无被医生呢。咱虽然因后面比较济叫咱医生呢，你敢知？有医生无？因后电视8点的偌好看，对无？佮做点看节目。哦，天龙好汉哦，对不对？咱来干嘛呢？坐大车啊，这就是医生啊。哦，咱来度人，咱咧甲咱诽谤，有当咱要度这个人，就各方甲咱藐视，这拢医生啊。但是咱无被医生，咱为着要度人，付出足济，就去换一款礼物来送伊。就搁对安怎样？像较早恁帮助恁爸爸，就搁来甲斗，伊番薯水，就搁来甲斗，烤番薯草，咱拢袂医生，咱无袂医生，所以我们无袂医生，我们不必来人世上，咱无必来哦，咱来到人世上，平常的人，伊是干那来遮创啥？安尼一百九八斤来趁钱尔。哦，也食着困难，也无着调作用啊！啊，人世间安尼做足济迄落罪恶，安尼等。哦，也互你趁足济钱啊！啊，时间到，伊敢有大代志，一点钱嘛顾袂落，因为迄就是未来到人世上，但是咱无未来人世上哦。咱来到人世上是做到方方面面，好影无？哦，我要做工作，我要做人才，我要来做工师，我要来都安尼啥物我嘛做，安尼有啥？拢无有啥？哦，为着要救度众生，为着众生袂当上欢，所以咱牺牲不要紧，哦，所以咱无必来到世界上呢，啊，我们。不必过时光，咱嘛无必过时光呢。过时光就是
一年一年一个过，一月一月一个过，但是咱无过过哦。咱应该讲起来，一年一年拢有成果。咱若一年度3个咯，而且有成果呢，10年度30个呢。哦，听咱的祖先幼年制作，伊敢毋知好欢喜搭咧，到时咧吼，话甲是无较济咧吼。不过啦，做无到爱努力啦，做无到爱努力哦。哦，所以咱无避过时光，咱时时刻刻就是为着救度众生，这就是咱的职责。为着要安怎把咱多来的人，要互伊给他命令，哦，咱安怎做拢不要紧，这就是咱的职责。咱有避过时光，哦，那众生是互一只狗仔过5天，爱钱呢？啊，毋是，哦，什么人要咧牺牲？什么人要咧奉献？哦，讲较紧来讲，啊，过时钱呢，也着搁来做义务呢，对不对？哦，所以讲，逐项爱做呢，也着安尼清电所呢，也着安尼煮料理呢，也着安尼牛地饭呢，咱敢有？咱请人无？都没有，这拢咱的发心做出来，这项咱有。然后比较开阔的爱话，哦，现在什么哦，好，即摆开始求着倒了，开始哇，这个大人，这个大人哦，你遐讲，厝边头尾叫了，为了问讲，台湾人偌济好处互你行，台湾人是偌济互你行，讲咱台湾人则偌济互伊行吼，啊有，咱若大人着搁摕钱去互伊，也使多。对不对？哦，但是当然嘛，做到互人狗仔讲咱像台湾人来，这台湾人来，本来有摕个钱咯，要袂伊较要较白，因为咱的这个任务无相，哦，凡夫甲圣人无相，凡夫拢为己，啊较为利，一圣人就毋是啊，伊为国啊较为义。为了这正理，哦安尼，随一年今下多少重生性命，爱看淡淡。虽然咱一个人哦，虽然看起咱一个人了，咱知影，咱的边仔是别偌济人，今下就是安尼紧别足济哦，别足济，咱会当救下去做。咱的亲戚朋友，哦，咱这救援去做靠咱。若讲一人对了，就无了救援去做拢要对的，安尼呢？为着咱的夫妻袂晓去认真打拼来修道，伊安尼一寡有缘的拢斗无着人，安尼呢？所以咱来知影哦，咱虽然这个人有边仔别足济。哦，重生拢看咱哦，咱先接对咧，咱这个人对接对咧，所以老师甲咱讲，咱虽然这个人毋过今下多少重生性命，看淡淡，爱看淡咱家己啊，咱能家己看咱家己，咱做幸福的工作。咱做上天的工作，对无？咱做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工作，咱能看淡咱，看见咱家己，咱看淡咱家己啊！不需要光荣，不需要受家己的障碍。老师叫咱讲，咱毋惊呀，不要彷徨，明天靠我去拼。上天绝对无辜负咱，免受着家己的障碍，袂都是家己的障碍，拢想讲，有当啊，你去讲讲到屁啥，要做这个人，有当啊就讲，恁去了，天堂恁去了，我再来地甲，我嘛使讲，你若毋对咱行，地甲有伊的困难，对不对？所以叫人讲的时阵呢，毋通受着家己的障碍，爱去突破。有了困境，有了未来，
爱去突破，哦，毋通从啊到遐安尼挡了的啊。树立一条健康的目标，咱是个爱建立一条健康的目标，毋通真正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的，咱较想，学校拢咱来行安尼想，较早20几岁啊丢着倒，咱前年拢叫少年。啊，迄阵丢着倒，啊，就春天拢咧，哦，迄个做上啊，迄个办桌啊，对咱前年咧走东走西啊。前年拢叫少年，对吧？咱像昨年安怎即摆毋是少年啊？即摆是老岁啊！喙尾巴拢亮咧，头毛拢白咧。你敢知？讲话咱嘛听得会怪怪吼，喙开，即喙齿咯。咱像闹风，喙齿咱像若笑一个人落咧，所以逐日嘛就讲笑啦，还笑到就讲喙齿人落吼。所以吼，咱爱赶紧建立一条健康的目标，哦，咱今日收割嘛，大家拢有时间咯。个人有个人的职责哦，老前辈、老人有老人的职责哦。咱讲虽然袂做工课啊，无嘛这边喙爱讲话，好话加讲一寡，鼓励话加讲一寡，哦。毋通讲聊的时阵呢，过世的话哦，收到收几十年嘛是安尼，了钱照常了钱，家内无平安照常无平安，破病我就照常咧破病，安那，人讲臭大肠大就讲啦，若安尼看，迄本事偌大，迄本事足大咯，哦，所以咱一定爱确立树立一条健康的目标啦吼，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直上，咱会当树立一条健康的目标，互千万人会当安那对咱安安稳稳，安尼一直去，一直去，让千万人将到朱辉之功，是说咱。众生拢看咱的付出，看咱的努力，看咱的修为，安尼千万人会当接受到这个自由的当然让千万人无一在天一的活动，千万人会当讲无一伫这天一的活动，上天的大恩惠，伫这个内底。感觉讲安尼，真正快乐，真正自在。修道人最快乐呢，所以咱修道人就爱快乐呢。修道人袂使搁有辛苦一人呢，爱化苦为乐。有啦，世间就是苦海，大家知。但是咱袂使到遮受苦的呀，这个苦什么人做的？既然落来到遮。这苦拢会承受，毋过咱已经了解，咱会当化苦为乐，逆来顺受，逆境来，就顺利收来，拢袂要紧，安尼较有造诣呢，毋通着你啊，为着小可一个不如意咱讲怨天尤人，人怨来为无当今啊，含自负